来关心国会这款修法，伫咧5月底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后，因为总统府、行政院、监察院甲民进党团认为可能违反宪法，所以申请释宪。宪法法庭伫咧拄则宣布判决，认为这修法的过程虽然有问题，毋过无完全违反宪法，也若表示国会做这个条文是部分违宪。其立法程序虽存有瑕疵，为整体而言，尚难为已完全背离宪法公开透明与讨论原则之要求，是根本影响法律成立之基础与效力。准此，上该法律尚不因立法程序瑕疵而抵触宪法。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时，无指定国情报告内容之权，亦无就其国情报告内容对总统为询问，要求总统答复，或要求总统听取其建言之权，其立法均逾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，抵触宪法权力分立原则。被质询人不得拒绝提供资料，或有其他藐视国会之行为部分，均逾越立法委员宪法质询权与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。来回顾国会这款修法的过程，伫咧5月28立法院三读通过，行政院提出复议，毋过互立法院否决。6月24公布这个法条了后，26生效。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、监察院甲民进党团陆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。伫咧7月19，宪法法庭裁定表示国会做等6项规定是暂停适用。即马宪法法庭宣判部分条文违宪，亲像立委要求总统去国情报告时阵爱随问随回答，也佫有表示国会做等的条文是互人宣判违宪，对今仔日开始就会失去效力。